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甲看，这后面依然县议会，但是即摆已经毋是县议会咯，即摆是咱宜兰人的故事馆。你看这顶头吼，这过去的立法院长吼叶文雅吼所提议，但是呢，这充满故事的所在，今日来个遮真好的所在是要创啥物？咱是要来讨论一个至关重要，对着宜兰人来讲也好，对着咱东部的人民来讲，还是讲对咱全岛台湾人来讲，拢是真重要的议题，就是高铁延伸要去到宜兰在地，这是一件好代志。但是定数如何，效益如何，甚至进前，铁路要来延伸，是安怎去用取代去？到底是安怎一回事？今仔日1点钟的时间，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在我倒手边的是咱民主进步党宜兰县议员黄惠珠。来，咱掌声鼓励一下。那么第二位是咱中国国民党宜兰县议员林义光。感谢。那么在我正手边，在我头一位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系退休教授张胜雄张教授。那么第四位呢是咱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的召集人孔宏明孔先。好，是咱还佫有咱在场。坐咱的来宾，咱真正甘心来到遮，要来参与咱的讨论。但是呢，这来龙去脉是安怎？那么真侪观众朋友可能还佫唔知，其实在7月初9迄天，在环境部来进行着环境影响评估，已经第2摆初审。在这个初审当中讲你爱补着这个所谓的这个。行车旅行的时间，甲补着啥物？经济效益，文件爱补来，资料爱补来。不过初审已经算作是过关咯。那么真侪人若内行的，你就知，那初审要过关，后来大会要来推翻，可能就是较困难。毋是讲无精力，不过今麦这个情形到底是如何？咱先来看这则新闻。高铁延伸宜兰计划起点伫咧南港，经过孔仔寮、闪过翡翠水库集水区了后，进入头城，拢总18.6公里长，而且伫咧宜兰县府东南边设站，有98%以上是桥梁甲磅空的结构。案件7月初9伫咧环境部进行环评初审，开发单位交通部铁道局表示，这个计划会当拍开树林到7岛之间铁路的发展，提升东部地区对外联络的速度。达成台北到花莲的旅行时间只要90分钟，然后可以达成一个全国铁路网6小时环岛。不过，伫咧审查进前，反对开发的7个民间团体代表，伫咧环境部头前栋举行记者会，讲开发单位讲台北宜兰交通的时间会当缩短，是无甲宜兰市区搬车的时间算入去，至少差11分钟，这期提供不实的数据。高铁只比直铁的方案快了大概5到6分钟。那可是铁道局却不断的用这样的不实的数据来欺骗社会大众。学者嘛，这期开发单位甲产业经济外溢的效果估计了伤悬。当国5开通以后，礁溪的住宿是惨的，是失败的，所以当你做了一个高铁之后，你会促进这边的住宿的一个需求嘛？所以这样一个外溢的效果其实是不存在的。不过嘛，有真侪宜兰人上北去环境部后壁动画口号，呼吁这个计划赶紧通过，莫阁延长开发的时间。好好的考量，这是我们宜兰人应得的，不要再来延宕我们的交通的权利。嘛有医师为当地医疗资源来请命。我们也希望要有一个交通平权，因为交通条件的限制，让某一些专科医师、护理师，还有营养师，甚至一些复健师呢，他没有办法进到宜兰来，它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宜兰的这个医疗品质的发展。
案件落尾通过宽屏初审，以420公顷来规划。等宽屏大会审查通过，就会当纳入综合规划。宜兰县府表示，草案按算年底进行送县都委会审议，上紧明年6月提报内政部都委会。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头早看这个新闻大当中，你就知影讲，这个问题实在介复杂。但是对宜兰人来讲哦，无复杂啊，那会真复杂。就是阮要发展，阮人要食清，要发展，要做生意，通有活水、钱水会活，这是上简单的需求。不过，头早新闻大来讲，阮的医疗人员会当进驻，吼，我的其他的这个物件，我要亲像西部共款，免讲甲台北共款啦，甲西部共款，平均，吼，我会当所有的资源会当灌入去，但是。反对的拄啊好，嘛毋是讲反对哦，有意见的，包括康老师，包括张老师所讲的定时的证据，乃至到讲内面的数字是毋是有侦查，啊有好好啊讨论无？这嘛是民主社会必须爱经过的过程哦。咱先来看讲，关于着这个行车时间，可能哦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无一定理解啊。伊咧讲哦，行车的时间哦，大部分啊，你个看哦，拢是对南港算去，拢是对南港算去。啊，你讲高铁毋是甲台北，因为啊、要安怎比呢？伊要比哦，本地有一条叫做直铁，就是铁路。铁路是对南港开始算起，啊，哪会讲铁路？啊，铁路就透去台北啊，哪会安尼？哦，这讲起来吼，若是要讲哦，你别你喙手会拍结。是安怎讲呢？因为吼，树林甲7度8度之间哦，车要调度安怎如何组出这班？哦，所以呢，只好爱去到南港，也就是讲，直铁那真正做了后，伊的车帮甲真正如何，甲无一定。哦，所以小等我会要请张老师甲康老师来这说明。不过你会当先看着讲，哦，这安尼比吼。行车时间，那高铁20分钟，他听人家讲，当然高铁敢若飞咧，敢有影？你听看卖吼。啊，直铁呢48分，啊，就哭48分啊。但是你甲想看卖哦，我若坐高铁吼，我坐去到新站，但是即马大部分咱宜兰市的人住倒位，住市中心嘛，住市中心嘛，所以你要新站去盘车，吼，还是换乌托邦。搁要去到你所在的所在，可能要加，我凊彩写的啦吼，我讲加13分啦吼，啊，但是可能也5分钟，可能也8分钟啦，无一定吼。啊，而且你若是要去到台北，可能要搁8分钟至10分钟啦，啊，你甲加起来，吼，有人是安尼讲，我要先来问吼，咱的这个黄议员，你是安怎想讲这个？行车时间你是安怎想的？感谢黄老师吼。我今年啦，先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目前咱宜兰县议会上少年的议员31岁。啊，为什么我会来支持吼？我先表达我对咱高铁延伸宜兰这个案件，我本人是代表支持的方面。嘛是大部分我这个年纪，我身躯边的朋友同学，拢。大学毕业了后，拢无法度转来宜兰伫做事，因为无法度每一个人拢选议员。嘛毋是安尼讲啦，我感觉是讲宜兰的咱的就业的环境啊，目前拢是以观光服务业为主。啊，为什么产业的安尼来组成？我感觉这是因为咱基础建设的部分，就是讲到咱的交通。啊，拄则咱黄大哥吼，你都讲的，我们目前转车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咱来看到资料讲的，咱预定的高铁宜兰站这个位置是伫靠近我们的宜兰管建户迄个所在。啊，目前迄边离咱的转运站差不多爱10多分钟的车程，对。啊，不过以后咱即马的设计是讲高铁甲台铁宜兰新站的部分，还有我们的转运站3站要做到无痛转乘。这个因为目前吼，咱的
通车时间预计是2036年。那这个目前还有大概11年的时间呐，咱爱好好来准备。当来补强的意思。对，这就是阮议员爱做的代志。这11年，咱爱来监督管政府。所以议员，你认为讲，其实这个13分，这是毋是问题？只要好好来补强，应该会当弥补。而且咱看到的嘛，不只是咱宜兰到台北的距离，咱咧看到讲，可能到台中，可能爱高雄。我甲洪大哥报告，我差不多2礼拜前，拄好有一个重要的代志，9点早起爱到高雄。啊，结果咧，因为若是迄个时阵，我爱到9点爱伫高雄出现，我有2个选择，一个是前一暗，我就爱坐高铁，还是讲前一暗就爱专车安那过去高雄，啊住伫遐住一暝。啊，这无法度。其实讲嘛是会使，毋过就是爱较早，可能6点就爱为宜兰出发，啊，搁爱过一暝安尼。啊，另外一个方式是早起，我4点起床，啊5点出门开车到咱南港，啊停车坐6点半的高铁，然后坐高铁安尼，搁靠到咱的高雄迄边。对哦。所以就是这个方式。后来咧，我选择啥？我选择我家己开车去。我暗时开车去，为4点开始开4点钟。啊，咱若宜兰县有高铁，是毋是会当直接？我就开车来高铁宜兰站，啊坐到高雄。是。对。这吼议员以自身的这个例来讲，但是吼，咱也必须爱听讲，每一个人是毋是有这个例吼？当然，我毋是讲反驳这个代志哦。吼，我是互大家会当代为思考，就是讲，如果若是我会安怎来处理？譬如讲，阮今仔日阮的工作人员，各位知影阮安怎来的无？坐车。哦，有的人坐加马兰的客运啦，有的人坐火车啦，因为阮制作人住桃园啦，吼。啊，像我本身，我想讲，哇，我当真麻烦哦。我哦，白头幼稚，我这囡仔，我不如我就前一暝，我就塞车来啦，吼，因为我想讲哦，要来三星佚佗啦。啊，我若去三星，我不管是坐高铁、坐铁路，我来到宜兰市落地了，我要安怎？我不如就塞车。吼，所以其实这延伸的问题还佫真济哦，在地配套是毋是如何？我要先请教张老师，张老师你甲咱讲哦。老师当然，他也看到新闻大题。第一，伊是反对讲这个定数，吼。第二，老师你的立场是反对这个绝对性的反对这个高铁吗？来，老师，我较多这个黄议员讲的这个吼，这当然是你自身的一个经验啦。这个经验本人的经验当然是一个足好的参考，但是这个参考，这个经验是毋是当做咱公共政策的决策？我感觉这都爱有一个相当的考虑啦，吼，你袂当用家己的爱好来决定讲要安怎做。啊，通常阮若对于这个运输的建设吼，阮一定会想讲，到底这个建设，当然是要讲建设，大家拢爱，对吧？拢会爱，但是讲你这个建设到底要解决啥物问题？你的目标是啥？自我知讲有这个议题是要改善公高速公路塞车。但是即摆看起来，敢若毋是呢？毋是安尼，毋是讲要解决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但是这个铁道局他们因的迄个研究呢，差不多有法度减少5%。啊？减少3%至5%，平常时差不多3%。啊，若假日有法度减少到5%。啊，你讲为着这3%、5%，咱要开3000亿、4000亿，安尼敢有得到？所以咱要解决啥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啥物方案会当用？有啥物方法会当用？啊，每一个方法一定有好处甲歹处。到底这个好处偌济？啊，这个歹处咱来抌偌济钱，投偌济钱来做这件代志？老师，咱先停在遮吼，你帮我澄清一下，就是讲，咱若高铁会当减轻5%至3%，啊，但是若是铁路咧，直铁咧，直铁其实嘛是相像，嘛差不多，嘛差不多。啊，咱这2项就拢唔对咯，拢唔对，因为铁路你讲要用铁路的问题来解决公路塞车的问题，
这就摕唔对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哦，是老师的这见解就是安尼。毋是，我的意思是讲，其实这是一个吼无对等的战，毋是莫讲战争啦吼，无对等的讨论。就是讲铁道局伊用政府的税金，伊当开几啊千万，委托顾问公司去做足侪报告。但是阮这个民间也是讲伫校，我要去摕一个报告，有时啊都真困难。伊的报告呢，还未这个核定，还未核定，行政也还未核定。伊讲啊，这袂使啊，你毋但要插地皮啊，啥物啊，这袂使迄落。所以，阮技术是讲，学校的老师要摕到这，嘛真有困难。啊，但是我就感觉足奇怪，讲吼，铁道局伊的迄个想法吼，若要爱，就爱到要死啊！啊，若无爱，哇，一个缺点就出来。老师安怎讲？伊若要爱，就是爱到要死。伊若要爱这个方案，哇，这个方案偌好偌好。老师咧讲2019年以前的。是，阮来看吼，108年就2019年的进程吼，因为铁道局要强调讲吼，因要推这个地铁。哦，伊就是讲吼，啊，地铁偌好，啊，到尾啊，政策有时我改变。啊，林佳龙伊讲要做高铁，啊，做高铁啦，哇，惨啊！顶悬讲要做高铁，安尼要安怎？啊，就开始骂迄个地铁讲啊，地铁无遐好啦，无遐好，高铁较好。所以，阮去比较地铁的报告，比较高铁的报告，就发觉讲，奇怪，这个那地铁要讲的时阵就遐好。比如讲，伊时阵讲地铁呢，老师，咱用镜头小看一下。地铁的时阵108年的报告，伊讲地铁呢1点钟会当开4班，啊，即马高铁了，伊讲地铁无啦。1点钟加1班尔啦，安尼袂使。迄时阵伊讲这地铁呢会当减少偌济时间，吼，啊，即高铁来袂使。地铁的时间吼，比高铁的时间吼，差足济啦。差27分。差27分，啊，实际较多就是嘛有讲啦，因为你比较的基础无共款嘛，你到底是对南港比呢，还是对台北比？对宜兰新站比，还是对宜兰站比？伊个有发展，伊用台中甲花莲来比，啊，台中甲花莲来比，哇，差愈济。问题是到底有偌济人是对台中甲花莲？我毋是讲拢无，就较多议员你讲，议员嘛有迄落，他也是要去高雄的这个经验。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求，但是有这种需求，到底有偌济人？迄拼厝啊，到真济人，所以阮咧做这个运输的规划，阮嘛爱决定讲，哦，这济人到底有偌济人要去高雄，有偌济人要去台中。只是讲，咱要做宜兰高铁，大家爱甲大家小讲者讲，这高铁还是地铁啊？这是阮一种叫做连外运输啦。就是讲，你宜兰要对外去运输的，这毋是区内运输啊。区内运输来讲，你每工拢要做的。所以连外运输通常啊，一定是旅游啦，还是有些出差，商务，即种拢品质较低啦。除非讲你是有足济迄落服务业，因即种定定咧走来走去即种啊。你若讲宜兰的产业的形态，伊是毋是有遮济人要逐工安尼？走来走去。老师，咱老一个问题吼，因为他说伊这议员啊讲啊，虽然要马上要请任议员来发言，就是讲，黄议员啊讲，因为我若有高铁了后，我著真侪基础的物件，我来补强了后，真侪产业会来进驻，这种可能性敢有？你要做足侪迄落来甲补助，但是我甲各位提醒一下。即摆你若做高铁的话，等于讲伫宜兰有2套系统，一套是高铁，一套是台铁，原来的台铁。所以台铁伫宜兰站，你嘛爱维持一个公路的接驳的系统；高铁伫宜兰新站嘛爱有一个接驳的系统。所以你等于讲规个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不管是宜兰政府，伊拢爱维持2套的服务的系统。维持2套的服务系统，我问，即马宜兰，恁敢维持1套的系统，敢维持了好？大家想啊，拢来到宜兰，拢哪想无车？就是宜兰区内即个
公共运输无盖好，啊，想要无盖好，因为人无够济，人无够济，就无法度维持这个公共运输较便利的所在。老师即摆讲到一个重点，人无够济，但是其实大家拢踏伫高速公路顶头，哪会人无够济？啊，到底是安怎一回事？人有够济无够济，规个宜兰县45万人，宜兰市9.5万人，这较无甲一个邦桥的人啊。伫台北市超过一个区超过20万人。我头仔要表达的就是讲吼，人来的时阵拢急掉的，啊若无的时阵人拢四散去。哦，啊，这就是咱作为一个台北的后花园的特性啦，吼。所以我会当充分理解咱宜兰乡亲的这个心内愿望啊。我要先请吼林议员吼来对着这个高铁来发言，来有请林议员，咱麦克吼，啊摕较晚紧的吼。啊，感谢。啊，针对这个部分，俗语就讲要致富先修路。台湾咱宜兰地区早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经济工商业无来发展。互咱的年轻人，尤其我这年代同款，到了高中毕业，到外地去求学、念大学之后，大概就跟宜兰拜拜了，因为宜兰没有在地的就业，所以都是在新北地区或者是台北地区来就业，所以这才衍生一种蛋生鸡或者鸡生蛋的问题啦。为什么宜兰的人口没有办法成长？40多年来一直维持伫40几万这个人口。伊就歹势，我小停喺遮吼，伊就咱好出业了后，咱敢是留伫宜兰，还是讲出外去拍拼才转来？拢爱，我是因为我是公教人员，我是公务员，所以我都比较幸运的就是讲会当，因为公务员的生涯，所以我都留伫宜兰。我的同才，我的同学，绝大部分都离乡背景，去台北地区来发展，甚至到中南部去。所以这种水水女女的口音拢无去。对，啊，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讲，唔是讲宜兰袂当发展，因为是宜兰的交通太不便了。哦，咱知影雪隧这10多年来通车了后，当然咱就知影甲台北活动非常多，啊，咱嘛增加真济台北的游客来咱大溪啦，来宜兰观光，这是呢，伊的便利交通秩序才有这个商业。啊，所以如果来讲有一个交通会当国家来增加咱交通的便利，咱甚至讲高铁，即马台湾会使讲一日生活圈，就是因为高铁带来。所以咱如果宜兰有一个高铁的一个设备，甚至将这个咱的生活圈把它连接在一起，由高雄来到台中、台北、宜兰连成一气，安尼对咱整个一日生活圈会使讲到连接在一起，你袂使讲到宜兰永远无可能增加人口，应当会因为这么便利的交通、便捷的交通，互咱的宜兰人口会来增加，这是可预期的。议员吼，我要继续甲你请问吼，就是讲，有真侪人安尼一个讲法啦吼，你听看卖，就是讲吼，高铁经过的所在吼，伊拢有一种吸铁的效应，迄个所在变做都市，其他的所在拢变做庄脚。愈都市愈庄脚，在真济其他的即个西部的即个啥都市啊，吼有即种情形发生。这第一，第二啊，有的所在啊，高铁的特定的发展区啊，伊还阁是发展区啊，还阁咧发展，还阁咧布啊，布真久啊。议员你安怎看？我讲。这你讲的是真有可能无毋对，因为伊的便利的交通，所以第四站人潮的聚集。好，但聚集我来讲，由点到面，是毋是？这个点到迄个点调到，慢慢都是可能。会当单台就对了。经营发展对，当然嘛毋是讲人口集中就不好，人口集中，公共设施的利用，包括咱相关公共设施的充分利用，也是很好一个机会啊，对不对？嘛有一个较频繁的一个，正讲人口较无集中的所在，就是咱乡村嘛，乡村的特色，人口集中一种特色。人口集中了后，伊的公共设施的充分利用，包括咱污水处理啦，或者相关的空污的处理啊，等等，咱嘛会当因为人口增加，
将这个公共设施充分利用，唔免投资真济无必要的公共设施。这个意思是讲，免讲公共设施。咱会当享受亲像台北人同款的这个都市建设。对对，甲像咱住宅区同款，住宅区大人就好，生产区庄卡所在来做农产品的生产，这嘛唔是讲袂，嘛唔是讲歹，也是有它的优点嘛，也有它的缺点。议员你讲得真对，好。议员你讲得真对，这是一种可行的方向，但是无一定保证一定行这条路。我看吼，过去真侪西部的这个都市吼，有要往这个方向行，但是后来吼，佫行去别位去，嘛是有哦，吼，所以吼，我要先请议员，咱先来请吼，这个咱的调集人吼，孔老师，你来做这个发言，因为他甲孔老师有了解着，以我来做例。我若想要来宜兰大两面啊，我会首先我会创啥？我一定是塞车。无我坐，不管是我坐高铁也好，我是坐这个铁路也好，我来到遮，我差不多40当进前去狮子馆，要来去狮子馆，要安怎去？狮子馆就是南山乡的四季村啊。要去遐要安怎去？我当然塞车，不如我就塞车咯。所以我要请孔老师来讲，对区域的发展，乃至到讲其实两位赞成的，已经是咱大家也知哦。对着塞车这个问题，咱爱个袂记啊。国道5号塞车，迄是其他的代志啊。咱对着区域经行的发展，这个孔老师你安怎看？来请。我本身就嘛是拢伫宜兰在地大汉甲大60岁啊，嘛经过咱雪隧迄个阶段咱讲到地方发展咱就用这个雪隧作为很好的一个前面的一个例子啦我会记20几年前雪隧当要开的时阵。有足侪讨论，足侪讨论讲到底雪隧开了后，到底去引台北的人来咱宜兰住，还是讲宜兰人会走了？因为说讨论足侪嘛，拢有这县政府拢有出这个专册出来经过20年，事实都用数据来证明咱宜兰县自20年前的人口甲是。下降，迄阵啊，宜兰县45万人，即摆44万，左右，过来，空污率，咱宜兰空污率全台湾第2，大家空污率全台湾第2，咱都市计划这塘仔起的这个容积率，塘仔起的等于讲塘仔起的这建设容积率，还佫40%根本还未用了，等于讲咱都市根本。经过20年，咱都市还佫有40%到50%的这个空间通发展空间，既有的，就是即摆既有的都市计划过来人口外流产业外流，这拢是事实这咱大家拢知影所以这甲雪隧要开当初的想象是足无共的咱即摆讲咱即摆这个过去我会记雪隧迄阵咱做过全宜兰县的总体规划，甚至讲雪隧的时阵，咱佫算讲足仔细去规划讲雪隧出口东西向的这横贯东西向的这道路是要哪去衔接，迄阵咱拢有规划其实嘛规划甲足好的虽然规划甲足好，毋过最后结果嘛是毋是像顶伫雪隧开进前的迄个愿望即嘛转来讲这个高铁要无法度像雪隧讲有遮济交流道大溪交流道、宜兰交流道、罗东交流道、东山交流道，什么货都有交流道。那高铁来刮一个出口就是伫县政宫中心遮刮一个所在一个点，通发展的尔就是特定区通发展的尔。所以到底对咱规个宜兰的地方的发展来讲莫讲头城大溪啦包括宜兰包括罗东。真正他受益，因为这个
高铁来了，它受益的咱即马县内主要这个乡市镇，真正它受益的这个所在到底有偌济？吼，咱即马看到就是讲集中伫一个点，伫特定区一个点，集中去这个所在发展，这个所在到底有法度像咱预期的讲哦，它发展甲。那我知影支持高铁人足侪希望讲后摆咱的特定区，它像桃园青埔吼，它像台中乌日吼，它像甚至你想吼，咱足侪广告拢甚至讲啊，咱宜兰后摆它取代上起码它取代南港吼，哇变成一个足繁荣的所在，大家拢安尼想，所以大家拢足支持高铁的嘛吼。啊，毋过咱想看觅啊吼，就是即卖高铁站，大家若定下坐高铁知影吼，苗栗吼。啊是云林吼，啊嘉义嘛差不多啊，嘉义佫有迄落哇，环境有地佫有迄落故宫南院甲投资类，即马嘉义你看你啊有偌济人吼，所以咱来转来想讲，咱的即马大家望的，咱的想象，因为规个拢是想象，迄个想象甲咱的真正的需求，即种是毋是有落差吼？想象甲需求吼。啊，咱的需求是啥？咱需求希望地方大家发展，它均匀的发展。咱需求这个发展是靠啥？咱宜兰的产业是啥？吼，咱知影讲地方上足希望讲这个若是讲土地的上涨，毋是讲地皮的压以外，咱希望讲产业最后是啥？咱宜兰最后产业是啥？观光业吧，观光业啊，吼啊，这个观光业到底有法度因为高铁而受益吗？咱高铁是一个点的尔，啊，毋过咱专关的观光业是爱足侪点的，吼，拢是足侪，这是一个面状的，吼。到底这个咱产业发展，我都因为高铁，是不是能够因为高铁而受益？哈，咱所以老师你的观点就是讲，伊干那一个点，啊，过去的经验当中，拢无甲这个点吼，揪做线，揪做面，所以无这个开的经验。对，啊，你不要揪做面，你都爱大众运输都爱接驳系统。啊，老师，啊，如果若是讲，无，我即摆我一定会好好做，来改过自新，安尼敢有这个机会？无这个机会，无这个机会。你较悲观了对吧？决定落啊，吼，你就是比如得单点发展，吼，啊，你其他所在要均衡发展的机会就拢无去啊。太强的意思嘛，张老师。大家拢讲，我以后10档后我就会晓做，啊，你即马就晓做啊？你即马就当做啊？你即马伫宜兰，你即马伫罗东。有法度做，你就会当做啊！你做互我看，这代志就是安尼尔。无，我先举手，我真希望吼，咱宜兰市有当有 U bike， 吼啊，但是吼，我想讲，人 U bike 嘛爱算本钱呢，啊，平常时有人咧骑无，但是我嘛看到种彰化市嘛是有 U bike 啊，园林嘛有啊，但是虽然用的人较少啦，吼，不过因为喺现场来了真侪咱在地乡亲。我要甲时间吼开放4分钟，互4位咱的观众朋友在场的来发言，吼，不管你是对咱的来宾有所发言，还是对咱的这个题目有所的，咱有现场的人，咱来举手，来请，来咱麦克。啊，你先甲咱报讲你住倒位？我住头城，我台语讲。不要紧，你讲华语嘛可以，嘿。这一张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其实这种建案在北宜高铁还没进到环评之前，就已经在宜兰各地遍地开花。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民意代表讲说，他们是在为人民出声，这一件事情到底是在为人民，还是为了建商？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到底是因为盖下去。因为如果没有盖了这条高铁，那未来这些建案是不是全部都要打水漂？那这些政治人物到底是真的在为代议制民主做发言，还是为他们的建商朋友做发言？咱贵姓歹势？我姓梁。梁先生吼，我甲你请教吼，高铁因为这个路线可能对恁头城来讲是无经过哦。我想。就算不经过这件事情，我的立场有几个方向要来讲。我全部的方向全部都是反对方向。为什么？第一个，我住头城，尽管我没办法使用到高铁在头城设站这件事情。第一个，从地质学上来讲，
我们台湾到现在都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在高度挤压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地质条件。在雪山隧道里面，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雪山隧道已经多处有裂痕，而且高速公路局也年年在监测它的裂痕有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它的整个隧道量体也在不断的在有变形的状态产生。而北宜高铁或北宜直铁在盖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穿过了所谓的雪山山脉，未来也会面临到雪隧一样的问题。而雪隧什么时候会发生事故，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可以肯定的预测到，它会有很重大的事故。危险哈。再来事情是，我们在做环评的时候，宜兰从来就没有评估。我们一直讲说，盖高铁之后引进来的人口会达到100万人。那既然100万人口，我们就需要饮用水，可是宜兰没有水库。宜兰只有地下水源跟雪山山脉下来的干净纯粹的水。雪山隧道开通之后，宜兰的水量减少。那我们再开一条宜兰头城北端的头城镇的饮用水怎么取得？翡翠我们的高速铁路或直铁只避开了翡翠水库新北市人的积水区，并没有避开宜兰人的积水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既然要人口增加，那你的饮用水从哪里来？再来事情是台铁，为什么台铁一直没办法提速？在台铁宜兰线，它的平均营运时速只有90公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它没有做路线的截弯取直，它的路线标准不够。那还有它的发车数量为什么不足？是因为台北铁路地下化导致的。台铁铁路地下化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今天我们有钱在盖高速铁路，却没有钱把台铁市线化，铁道市线化可以把快慢车分流，这才是让整条铁路提高它营运速度，然后提高它路线容量的最好的方案，不是去盖一条高速铁路。而且在过去的台铁局，他们在做东部铁路改善计划的工程，或是现有的西部铁路立体化的时候，他们都预留了一件事情，叫做台铁标准轨化。它的路线净空范围，它有预留了标准轨化，也就是说，台铁的路线在未来是有可能可以依照国际的标准，它可以提速到200公里。但是这个东西在西部已经不可能发生，可是，在东部宜兰花莲，我们还有机会做市线化，我们还有机会保留基本的东西在。基本的铁道运输的能力在宜花东，而过去在其他国家，他们做的铁道立体化是把新的铁路、旧的铁路旁边盖新的铁路立体化，但是旧的没有拆掉，所以它保留了路线容量。可是我们现在宜兰线又要做高架化，盖完之后又要把旧线拆掉，而且我们的宜兰车站有这么多条古道可以做发车线，居然全部都要拆除。然后我们的宜兰基务段也要南移到苏澳去，这些东西都是严重的影响台铁的未来。当你把台铁弄掉了，就不可能，你一次要养到系统，你哪来的钱？是哦，因为这少年朋友吼，讲了3点吼，我希望给整理一下。啊，即摆还佫有其他来这边，好啦，歹势吼，来请。啊，咱个这个题目吼，就缩短一下吼，来讲。那个主持人吼，各位来宾吼，我感觉啦吼，高铁吼那是未来的。依然现在要解决雪隧的问题，一定要开2条高速公路，一个是从滨海开过来，一个是以前的那个沈议员讲的乌鱼公路，把它创成乌鱼快速道路也可以。这以上是我的建议。哦，解决咱解决这个塞车的问题。对，啊，无这高铁又过10年、15年以后，迄以后真遥远代志啊。好，来，请坐，来，啊，佫一位，来，咱请，来请，来请哈。宜兰需要一个新的轨道建设，啊，那有记忆的人拢了解吼，伫雪隧通车之前呢，其实宜兰线的铁路是大家去台北上方便的这个交通运输，但是雪隧通车以后，伊取缔铁路，因为铁路爱驶你东北角去，哦，所以大家拢集中伫国五，啊，所以会造成今仔国五的塞车，哦，但是无塞车的时，国五其实是方便的，哦，啊，咱嘛配合这个国五建立这个
5大转运站，大溪、头城、宜兰、罗东、苏澳，拢开30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第20年前，尤锡坤做县长的时阵，为着应允这个雪隧通车去做总体规划，尾仔提出这个直线铁路，来甲这个国五平行，就是有一个国道运输，佮有一个轨道运输是差不多，互咱有一个选择，伫南港出来甲头城以后，就接到过来咱这个传统的铁路，伫头城开始，甲苏澳，咱有11个车头，大小车头拢有，沿线甲汉本各5个车头，17个车头，这就是若会当接落来，这个铁路会当变做一个捷运线的铁路。我是主张直线铁路，配合直线铁路，佮接落来铁路变做捷运化的铁路，互咱2个一个轨道运输，一个高速公路，咱会当平行来选择。这是我认为，嘛会当各乡镇均衡发展。好，来请来，歹势，因为时间因素，我必须要每一个人时间来切一个来。我讲我住圆山，但是我是基本上是支持高铁，但是反对现在高铁设在那个县府站或县政中心南站，应该是设在宜兰站。原本当时高铁说要宣布来宜兰设站的时候，那时候有像北极星啊，或者什么一些生技公司，他们要砸数十亿甚至数百亿来宜兰科学园区建厂。可是因为说听到后来，后来就是因为王国材把它设在所谓的县府站之后，他们后来不来宜兰科学园区设厂了，因为就是说，你有听过再生医学或细胞治疗吗？再生医学跟细胞治疗。就是说，他们原本要来宜兰科学园区设厂，是说因为配合阳明交通大学升格为成为附设医院，升格为医学中心之后，他们可以比如说从宜兰科学园区来成立细胞工厂，生产完细胞进入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再借由高铁宜兰站跟台铁共站的宜兰站，再运到其他的县市的医院去。可是现在问题是，他设到县府站之后，他们就不来设厂，也不来投资了，他们现在跑去新竹生医园区，就是新竹高铁站旁边那个生医园区设厂。那个地方就是那边，因为那个地方有台大医院生医分院，所以他们可以共构发展成 TOD 的模式。所以说，我觉得说应该高铁应该是要把它变在跟宜兰站的现有宜兰火车站共站，这样才可以增进它那个高铁的运输效益，可以让比如说商务、通勤、观光，还有医疗、生技，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都能够进来。了解，好，感谢。来后面我讲，来请。我时间较缩短吼，歹势。我姓李，我住在宜兰市。高铁的串通带给全台距离的缩短，时间的减少，人们沟通的方便，经济观光繁荣的连续相乘相加的效果，是宜兰乡亲的迫切需要。不是台北的后花园，不是后山的代名词，是一日生活圈的点线面的一颗棋子。本人逝去宜兰将近80岁了，目前老二居在台中太平。每逢思孙心切，不是清早开车，怕在国五再转国三塞车，在中永和、板桥、龙潭附近，最少3个小时才能到达。如遇塞车，真的很丧气又累人。因为4岁的双胞胎，所以东西也多，又要安全礼仪，所以不得不开车。如果在宜兰直接搭台铁，1天7班，目前。一趟一样要3小时，车票量少，好像过年半夜清晨跟人家抢购。年老体衰，3C 操作动作不足，年轻人多次都是项羽，非常的失望。再来，如果是坐高铁，我呢在宜兰呢可以坐呢国光客运到南港转运站，再转高铁，2个小时就到达了。这个很浅显的一个呢，很浅显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比较。我是一个平民，但是我希望给百姓一个方便。宜兰人很多从那个国五通了以后，我的兄弟、我的亲戚有直接搭车上下班的，也有看到外县市苗栗、台北的很多退休工作人员到宜兰买房子。我都亲眼看到，在我的邻居而已。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呢，提供我一个表达在心情平民的意思哈，节省方便1个小时，可见
交通方便是如何的重要。谢谢各位。是。上尾一个吼，因为时间有限吼，来拜托，来上尾一个问题，咱剩差8、9分钟啊，来请。嘿，各位大家好哈，我是宜兰县环境保护联盟理事长我姓孙哈。咱拄则有一寡人甲宜兰目前讲甲袂输一个孤岛哈。讲实在，咱即马宜兰是有对外交通的啦，但是头拄听起来敢若袂输宜兰是一个孤岛，无法度对外交通的迄种感觉哈。若是讲宜兰有需要一个新的轨道的建设哈，我认为应该爱推上轻铁这种建设哈，因为咱上主要就是咱宜兰县内交通爱先来提升哈，因为你县内交通方便了后，大家就较无需要塞车来，无需要塞车来，你坐铁路来，也是讲用其他的交通建设来遮，你遮有法度有卡会当去其他的所在吼，这是一个上基本的，亲像咱宜兰若是要去台北。我会选择坐车，因为去台北我要转乘真方便，搬车真方便。但是宜兰目前都是拄着在地交通，迄是现主时咱都会当来改善的代志，无需要等10天，就是高铁通车了后哈。过来就是讲，到底这个建设受益的是啥人？吼，因为可能有真侪人认为讲，这个高铁设站的所在，遮的人是受益者，但是在我来讲，我个人就是住伫这个设站，可能行路300公尺的所在。拄对着。我认为我是受害者，因为我未来的这个生活品质可能会大受到影响，不管是周遭有可能有为着搬车吼，也是各种工程吼等等人口出入的这种所在，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请问这个代志怎么来处理？吼，过来就是讲，咱拢知影讲有一个新建设可能会搁较利便，但是这个利便的代价是啥物？咱拄则有讲着讲，除了这个地动以外、风台以外吼，包括这个国防啊，也是讲未来这种极端气候吼，咱未来这个高铁站以原底拢是产地所在，全部拢爱吞掉，变做这个咱讲这个特定区的时阵，咱这对宜兰的未来，敢是一种好的发展吼？我认为这是大家最需要思考，但是咱规个这个开发的过程拢无经过足好，也是足深入的讨论，拢感觉讲袂输我这个高铁去了后，这个产业就会自动入来吼。我认为这个思维是有问题的吼。好，非常感谢吼，歹势，因为真正时间剩5分钟，来拜托。刚好你1分钟的时间发言哦。主持人、议员、甲咱学者大家好，我是住伫宜兰高铁站特定区的居民，毋是像拄啊咱的孙女士讲，离300公尺，真正是在地。那这个阮大家嘛是真希望，抱持着说欢迎高铁进驻，甚至说直铁也可以带动宜兰的经济发展。不管高铁、地铁都好啦。对，那像现在说，我们知道是县府跟铁道局已经有决标7000万的经费在做400公顷的规划，那甚至于说在这规划的过程，这400公顷也有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竹科，也有基地在那边，可以产生2个那个研发基地。所以正面的就对了。我真正是住伫内底，是土生土长一家子。好，嘿，好，歹势吼，我必须要互咱在座来宾吼，每一个人1分钟，歹势来讲。感谢吼，拄则听了遮侪咱的无共款的声音啦。针对4个代志吼，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针对人口下降的问题，其实咱这几年少子化，难免会有人口下降。再来，为什么人口下降？因为产业结构、三亚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我们要怎么吸引新的产业的进入？在我们的高铁特定园区里面，就是我们的宜科园区在旁边。但是宜科园区，我具体收到的这些愿意来设厂的这些要招商对象，他们的反应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有高铁的到来。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样转车对他们来说，如果是做技术中心来说，不方便啦。然后我们参考国际案例来说，以釜山还有熊本来讲，他们同时也是这几年在发展的城市，都是有高速铁路的联络网。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但是我觉得，我身为议员，我会监督县政府，让资讯透明这件事情落实，这样才能够真的说服我们的县民。是，来林议员，拍摄来请。我相信。一个交通方便对这产业的发展绝对有直接真大影响。咱宜兰我拄也讲过，因着早年交通非常无方便，致使咱长久以来产业拢无法度发展。如果咱若有一个过来轨道的一个交通便利的时阵，我相信
对宜兰整体的一个产业发展绝对有直接的帮忙。我相信少子化这是大环境的问题，不是说现在才发生的。但是咱伫个20-30年以来，咱宜兰一直拢无法度增加，就是因为当初咱的产业无法度发展，所以人口才无法度增加。这几年的人口无法度增加，这是大环境的影响，完全不是产业的问题。是，感谢来，张老师拍摄。这大概过去拢有一个迷思啦，吼，就是认为讲交通建设落来，这个地方就会发展，吼，这不管是东部、西部，还是咱，大家拢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无法度经过科学事实的验证啦，吼，就是讲你对西部来看，我对嘉义来，嘉义高铁也有啦，台铁也有啦，快速公路也有啦，啥物拢有啦，人口嘛是无啥物发展，彰化嘛是安尼，迄是因为产业的关系。但是这产业也是讲在地生活，比如讲污水啦、空污，这会当改善，这即马就当改善啊，这无需要等以后，你哪会当做，即马就要做。所以我认为讲，应该对这钱节省落来看做家己宜兰县，还是嘉义市，还是嘉义县内底区内的运输、区内生活的改善。我对遐较多对遐行来，一个人行道都无啊。你讲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生活品质？来，柯老师。我想要接近用咱铁道局家己的环评的报告书内底的数据吼，因为咱拄有争执2个点嘛吼，一个是讲咱自拄开始咱黄议员就讲伫迄个西部要过来宜兰吼，伫环评报告书家己内底资料吼，迄个旅运量大台北都会区的相反，甲台北甲咱宜兰占80%吼。就是拄开始你讲的，迄个机会有偌济吼，就是讲伫西部要过来宜兰吼，迄个旅运量80%来自双北吼所以这80%里面，这个旅运量，因的目的是啥？环评报告书里面自己的资料吼，86%到90%，先北来咱宜兰是要创啥？佚佗，不是上班的吼，所以是我们的主要产业是来自于这个。观光产业是旅游产业，旅游产业是一个全面性的。我刚刚讲过，适不适合高铁这种单点式的？然后坐高铁来咱宜兰，是要伫高铁特定区遐佚佗，还是要来咱全宜兰县佚佗？特别咱全宜兰佚佗，再互咱全宜兰的产业最主要的产业就是观光产业受益。好，所以这2个迷思，希望大家讲什么？啊，就偌方便，要伫台湾西部要来咱宜兰，歹势吼，80%。80%是伫先北过来吼，不是伫西部过来吼，这是实际的数据哦，预测的数据啊。是，因为时间的因素真歹势吼，真侪观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阮会拢记录起来，阮的节目会在陆续在咱平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来宾来甲详细来讨论，包括他多不管是环保联盟也好，还是咱这校园先生也好，伊讲到的，不管是环境、水质，那么其他的保护，乃至个区域经营的这个发展，还有这位先生，在特定区内面，不管是地铁还是高铁，我拢欢迎啊。但是发展应该要如何来监督，会当互伊行向正确的方向。那而且咱的愿望是啥物？必须要厘清。那么在后手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会再次来邀请咱来宾来到现场，更加详细来讨论。今日真欢喜，甲各位在地乡亲来遮会当好来讨论、来探讨。那么有关到这个高铁延伸甲宜兰的这个相关的议题，感谢大位，世界万行街拢伫咱台湾新干界，感谢，谢谢。议员歹势呢，今日时间无偌济，歹势，刘老师歹势哦，今日时间无偌济，歹势，再来平来哦，谢谢。各位有时间再来平来探讨，感谢，谢谢。